哎，为什么它都会跳回去？它重新调了。各位平安。敬拜时间也要到啊。一个小等下，咱会请咱敬拜团先替咱练一条歌，这条歌是甲咱今日讲的主题有关系，嘛是伫咱小等的礼拜中会唱到一条歌。因为这条歌大家可能无识，所以这时要请敬拜团任君来带这条歌，好，大家做伙来先唱一下，好。我们先一起来练习这一首诗歌。我心切切渴慕你，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明白，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不会允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那是长明恩典，直到我遇见你面。耶稣，主耶稣，就用我
就用我一生。这是咱要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请咱大家安静咱的心，袂倒来调敬上帝。耶和华，我要听惜你所踮的厝，以及你阳光所踮伫的所在。轮到我要照我的宣传来行，求你救赎我，怜悯我。这是咱要由敬拜团用俄罗的歌声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让我们可以一同起立。那今天的歌可能大家或许会有点陌生，但我们仍然可以将歌词当作我们的祷告，那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当黑暗试图要将我攻克，当伤痛要偷窃我喜乐，在黑和水和痛苦的时刻，我不知动摇，我不知动摇。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在我里面无权无分，谎言不能再囚禁我前人，我不能过去定义我身份，我不知动摇，
有的捆绑。你能力胜过阴间和死亡，你复活带下拯救的盼望。你名何等刚强，你何等刚强，你大能断开所有的捆绑。你能力胜过阴间和死亡，你复活带下拯救的盼望。你名何等刚强，你何等刚强，你大能断开所有的捆绑。你能力胜过阴间和死亡，你复活带下拯救的盼望。你名何等刚强，你何等刚强，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我站立在你磐石上，你的爱是如此坚强，有你我就不致摇晃。我站在磐石上，我站在磐石上。我站立在你磐石上，你的爱是如此坚强，有你我就不致摇晃。站在磐石上，站在磐石上。在你磐石上，你的爱是如此坚强，有你我就不致摇晃。站在磐石上，站在磐石上，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我们知道那位神他是蛮有能力，他使我们不在黑暗中恐惧，是的，我们在他的爱中，也是我们在旷野中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用下一首诗来回应他的爱，也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对他的信心。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无论我停留
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向他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不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需要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不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叫我用权柄征战。阿爸父，用笑脸祝我，把所有的罪都成为祝福。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叫我用权柄征战。阿爸父，用笑脸祝我，把所有的都成为祝福。我的主，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不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我不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主，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3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真人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定是个死，三个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对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是我要请大家甲我额头同心来祈祷。我来天父的爸，阮满心的感谢你。你搁一届引带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内面，
三甲自职来敬拜你。阮也感谢你，顾守阮经过去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一礼拜中无论拄着什物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顺遂的经过。阮也要感谢主你，赏赐恩典满满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互阮享受到幸福甲快乐日子。阮要伫今日要来学罗你，要来感谢你，愿阮今日的敬拜拢通真侪你所欢喜的。阮的天父爸，你知，阮是微细的，阮的身躯是土寸，阮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你赦免阮，听阮弱小的祈祷，求你医治阮这个有罪的人，医治阮心神甲肉体，互阮有勇壮的身躯甲健全的心灵，来面对主你所为阮安排头前的路站。互阮勇壮的时会晓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有活命的日，有喙来保养你的命。阮也要伫艰苦的时会晓来感谢你，因为阮会通求叫你的名，欢喜听候主你的帮助。全能的天父上帝，伫阮的中间，现在有身体欠安，嘛有事务不顺，嘛有心神短弱兄姐，恳求天父安慰因，带领因，也请你施施你的大光明，减轻因的肉体甲心神的负担，互阮的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平安甲喜乐。这是阮也要搁一解，要同心合意来求主你眷顾祝福，互阮中兴教会，互阮中兴教会主内每一位会友会当遵探你的旨意以外，彼此相听，同心合意，互阮一切聚会、一切敬拜、一切事工，拢当得到主你的带领甲干扰。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今日咱要有主题学，来带咱来学了。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
们给止血的小朋友一个掌声。我想大家听到主日学学生在唱歌的时阵，大家应该拢有一个感觉，因唱的歌毋是干那好听尔，伊在因心内面的对主的感恩，完全的唱出来。咱该学习因，像因安尼遮单纯，遮听主。这是咱要来读今日咱的圣经节来讲求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的圣经节是出自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2章，咱要对第1节到第3节，请大家注意来听，我来念。罗马人书第12章的第1节安尼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作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在章第2节，无得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因为我对恁所予我会阮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想来测度家己，搬过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赏赐逐人性的分量。这是咱免请蔡长老来分享。今日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奉献的力量，是真正的奉献。那请蔡长老。爱祈祷，主，我真感谢你，伫这个时阵，你有落下春雨夏雨，所以我中南部真欠水，主你知。恳求你做你落下降临，互欠水这个窘境会当赶紧来解决。所以我真欢喜看到小天使伫你面前献诗，主，阮知你会感纳。我因个献诗的中间，互阮知，真真正正阮来体会到，用世间就近你，因为天国是因的。我会当亲像学囡仔款式。真纯真、真顺全、真善良来敬拜你，主恳求你帮赞，交个圣神干你我的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准备好迎接主你的降临，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最好的奉献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两位姐平安，我把一个目镜给恁看哦，水水啊！以前我拢挂迄个金色的目镜。常常找无吼，当然是阮太太好心啦，可能伊拢会替我收我好势吼，收我好势了，伊会袂记，我袂记，因为阮两个拢老年痴呆症啦。然后司机甲我载倒来下班的时阵，我看到阮遐一间目镜行，我是过倒来，然后入去，所以可能讲等遮久，我就甲讲一句话，讲因为我去遐配过目镜吼，迄个目镜讲，你照以前安尼甲我配就上俗的，一句话尔，就。伊讲配菜，讲不要紧，随着你配，配了我钱吼，我就出来。司机我甲看就讲，你去配目镜，我配了，我倒来，拜日配，拜时摕，即句。因为啥呢？我无目镜的时阵吼，其实我这看无，遐看无，全部拢看无，连你的面貌看无啥有。所以我看到你的面，我今真欢喜。我看到李小姐来，我这边看到李小姐，我若这边嘛看到李小姐。你知我讲什么意思嘛？吼，转过去跟我们丽霞姐打个招呼，嗨，跟我们丽霞姐打个招呼，嗨，两边都打招呼。我看到我一个学妹，我若讲到学妹，我歹势，因为我是美国65年毕业的法商学院，我毕业唔知品清出生了没有，还没有，总之也是我的学妹嘛，对不对？品清嗨，看到你很高兴，哎呀。今日咱若看到囡仔咧唱歌的时阵，你有迄个感觉无？迄对心底，这才是真正的奉献啊！什么是真正的奉献？从心底发出来才是奉献。你看他们在那边在唱歌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非常的美。你如果说他们没有那个声乐，可能就是比你唱的还美，非常美丽的声音。上帝所喜欢的声音，所以他们所唱出的每一个音，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奉献。什么叫奉献呢？我们今天的经节，我们先念过了，非常好的经节，各位再看一次。我想我们不必再念了。
可以再看一次，我们非常需要。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奉献的内容，我们有特别提到奉献的内容有很多种。我们都知道奉献内容一讲的话，就会开始想到说，哎，是不是在讲说金钱奉献？那我们看何为手册是谁奉献比较多？各位不要看它，那是要报给国税局的。我们要看是心呢。你奉献很多，感谢主。你没有奉献，不要难过。你来做礼拜，你用你的时间，你用恩赐的奉献，比今天的奉献更好。因为我是真的发自心的奉献。你说我现在我还不太会赚钱，上帝，可是我的时间愿意摆上，感谢主，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奉献。我们接着说美好的奉献，有什么美好的奉献呢？我们在美好的奉献有侍奉的奉献呢。侍奉是一个最美好的奉献。我们看到侍奉，我们很多长子的侍奉，有诗青的侍奉。我们教会在诗青的侍奉上，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谈起了玉芳啊，我上个礼拜就讲过，坐2班车才可以到这里。今天我们有看到3个我们敬拜团的人在这边做奉献。今天歌虽然不熟，但是你不唱，你只听，你心中没有感动吗？有没有感动？有，阿们，真的是，就觉得说啊，上帝，我真的是亏欠你呀、我真的是亏欠你呀、上帝，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别人的奉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里面有相爱的奉献。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在讲奉献，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各位有没有看到？他讲奉献是最大的诫命，爱听上大的诫命之后，才讲那个寡妇的2文钱的奉献。那就在讲什么？你真的爱我的话，你给我奉献2文钱，我不要求多，世界上都是上帝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奉献。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我们有个烘焙班，每次人都还不少。你们烘焙班也很不公平哦。你们烘焙完之后，那个东西跑去哪里？好像我都没吃过哦。你们烘焙班要检讨一下。我说你礼拜天也带一两个过来啊，我很喜欢吃东西。绘画班有人本来可以当美术家，可是不幸嫁给一个数学家，所以就这样一直过。等退休才发觉到说他有美术的天分，可是他就愿意来教，愿意把它奉献出来。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关爱据点里面啊，我们很多人陪他们，以前还有唱卡拉 OK 啊，现在卡拉 OK 被隔壁的吵，我说不能唱。可是现在卡拉 OK 的人，有卡拉 OK 的人，我们圣和兄才会来做礼拜嘛，对不对？说卡拉 OK 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你的侍奉都是一种奉献，这是相爱的奉献。用什么？用爱心啊，用你的努力耶。各位觉得说啊，那没关系，我就奉献钱就好，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我礼拜天来做礼拜。他们退休是礼拜1到礼拜5、礼拜6，都还在为主工作，多美好！昨天我们补上班，昨天上班那特别拜六上班就会发生一个现象。大家都意兴阑珊，连成年中心都没有人来澄清，所以昨天我们就举办那个自强活动，大家都招宜兰，每期面就是反正补上班嘛，就干脆去宜兰自强活动。那我是没办法走不开的，本来昨天有长子我要来，可是我都一直走不开，只要我在接下来就很多人会来找我。昨天就很巧，就有2个来跟我谈信仰的问题，一个也是一个无牌的无名的传道者，他就跟我讲，那个他被贴标签啊，因为受很多人的排斥等等的。一个人是来跟我讲的是，他受了很多的排挤，很多人跟他贴标签。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很想推广一些事情，可是就受到很大的排挤。他问我：上帝在哪里 ？Why？ 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我就用罗马书15章第5节跟他讲，这些东西都没关系。罗马书12章20节告诉我们什么？不要自己伸冤，但伸冤在上帝，但凭主怒啊！伸冤在上帝，不要为自己伸冤呐。12章第15章15节告诉我们什么？要以善胜恶，没关系，我们继续做。你还是做你的善事，
那神会为你摆上。还有一个是恩赐的奉献。什么叫恩赐的奉献？是公益的奉献。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公益的团体，由于在 COVID-19 期间，那么很多的奉献就慢慢减少。我今天在讲恩纽教会，那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教会，那是不求回报的教会。我们看这次土耳其大地震，我们国家就奉献了11亿多，算是311大地震，全世界我们奉献最多。你说，哎呦，那为什么奉献在台湾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王建先拿过我们的院长，他的理念跟我不合，可是有一点我非常感佩他的是奉献，他真的是心甘乐意的奉献。他也是个无名的传道者，他会将他的所有的都是做奉献。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富人的奉献，是在耶稣什么？等下个礼拜我们是中式主日，我们耶稣和散那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呢，做什么事情？洁净圣殿，然后呢，到一个长麻风的泰戈的西门领刀。哎，这个在犹太人是非常不洁的了，这耶稣怎么做这种事情呢？然后有一个妇人，拿一个很贵重的香膏淋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擦。门徒就跟他讲：“哎呦，无菜人的面哦，你来做这种工课啦，迄遮尔啊贵哦，啊，你若莫甲拍互破，莫甲洗牙所谓开牙所谓开得最细细的就好，就可以卖好多钱，可以去什么？”帮助这些穷人家嘛，做善事嘛。各位看到 COVID-19 期间，江永杰做了很多的善事，结果就网络一片的骂声，很多酸民就酸言酸语，啊，为了博得生命，不要做到这种地步吧。台湾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很喜欢酸别人，酸民就酸言酸语啊，这样拢为着名啦，为了你的名利啦。可你又会想到，在你酸言的时候，你想到人家在奉献10块钱，你有没有奉献1块钱呢？那在奉献一点的物资，你有没有奉献呢？为什么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在酸言酸语，让他没办法去奉献呢？所以耶稣就跟那些门徒讲，不要阻挡他，他是为了死做准备呀。南那个香膏香，那死去了爱抹迄个哪搭的油啊！一起为着耶稣死来做准备呀，那是一个什么最美好的事情？你们要将这件事情记下来，来纪念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什么时候做一件事情，让耶稣有所感动？有一天你在天上得到纪念呢？我相信在座的人每一个人都比我更多，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了吗？继续努力呀！因为这些奉献是什么？凭着信心的奉献，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上帝足够的信心。所以昨天我跟那两个兄姐讲话完之后，最后的结论就是你要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会不会到来？会到来，但是不是你指定的时间，而是上帝的时间，他一定会到来。有一个天主教徒，有一个犹太人。他遵守摩西律法，他遵守摩西律法是1/10的奉献，所以他非常的奉献。但是跟他们讲说，我非常的遵守11奉献，甚至我会超过了。我怎么奉献呢？我会画一条线，然后我就把钱抛出去，在里面的是上帝要给我的，在外面的都会超过1/10啊。你看我都奉献超过1/10。天主教徒说这个有什么大不了？我的奉献比你更可爱，我会画一个大圆圈。因为我们还要盖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所以画个大圆圈，然后我就把钱抛出去。如果进入大圆圈的，那就是上帝的嘛；如果没有在大圆圈的，那是可能上帝要给我，所以上帝的奉献我就抛出去。所以我每次抛出去都不少1/34/1都有碰到一个基督徒更简单，因为基督徒在新约大部分都守新约，新约里面没有讲到1/10的奉献，讲到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基督徒说：“哎，你们这个都太小 case， 我的奉献是全部给上帝。我很简单，我就把所有的钱都就抛到天上去，然后上帝如果要的话，全部拿走。
我不会讲话啊。如果上帝不拿走，它掉下来，那全部就是我的。因为上帝，我已经我心了嘛，我就奉献上去啊。上帝不收的话，就属于我。我们基督徒经常做这样的奉献呢，因为圣经没有讲要11奉，新约没有讲要11奉献，新约只有想说彼得后书9章7节告诉我们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呐。所以我甘心乐意，上帝全部你拿走吧。那个掉下来，上帝不要，这不是不要了。上帝说没关系，你拿走，所以其他的我就拿走了。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的奉献是什么？生命的奉献。恩赐的奉献，然后才是金钱的奉献。今天我最主要在谈生命，真正奉献是什么？生命的奉献。我们生命的奉献告诉我们什么？身体为祭。我们身体是圣洁的，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我们身体是圣洁的，我们用身体做奉献呢。当我活到70岁的时候，我突然转过头一看，我这世人跟我真正用我的身躯献给上帝。我来记迄阵，我头发上来的时阵，我才是体育馆啊，我呢好好的学钢琴。这个大概品清你体会不到啦啊，在你们的现在还在不在？河江街的还在不在？因为我就没有过去看，没有了哈，一个没啊。我住伫河江街啊，像幼稚园呢，好小，就2间啊。后边就是我的宿舍，男生宿舍在前面，女生宿舍在后面，旁边是大礼堂，所以又拆掉了。我呢读册时阵吼，我开始去阵，就反正从我爸爸那里来，就是奉献，就去传教。所以我们同学都看到我很忙，虽然我选为班带，可是每次舞会我就去跟他们开个舞，我就走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蔡崇义很会跳舞，我告诉你，蔡崇义一点都不会跳舞。就像他们讲说，我在不管当法院的院长，在当监察委员，大家说蔡崇义的酒量最好，我从来没有醉过，我不喝酒啊。可是我就天天妈妈干扰啊，那我就走了。有没有喝啊？没有，越喝越多而已。所以相对的，这个有没有重要呢？人家给你贴这个标签，你就认了嘛，没关系，只要你有时间来奉献上帝就好。身体为祭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身体献上啊，当作活祭呀，不像以前啊。宰那个猪、宰牛、宰羊啊！哇，你看每次尤其那中元节哦，我都因着拜家呢。我伫家人的时阵啊，特别以前拢是院长出来拜嘛。啊，中元节搞的时阵吼，因着问院长讲：“院长啊，你能不能下来看一下？”我说：“基督徒没有拜中元节啊。”好，那行政厅长就下去。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院中元节不拜。然后拜完之后，还来跟我讲说：“法院买了很多东西呢。”还是监察买很多东西，可以吃吗？我说可以啊，你要拿给我吃，你就拿来给我啊。你们基督徒可以吃拜的哦。我彼得讲过啊，凡事都可行啊，但是不要让人家，只要使人得到益处，不要让人家受到伤害啊。但相对的，你要跟群众，你要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用你的行为让他们知道说，基督徒是好的，他是有见证的。身体是什么？是活祭耶！你将自己献上哎，像以撒一样献上哎，当作活祭耶，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是不是经常洗澡啊？还是永远不搞什么男女关系呀？其实圣洁更重要的是什么？分别为圣。圣洁是属于上帝的，你要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你要经常提醒自己，你是属于上帝，而且是什么？是属灵的祭。什么叫属灵的祭？你本身是上帝的灵宫，你本身是非常的属灵，你身体是为上帝所用。所以今天我们是天父爱的天使啊，我们要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就是一个天堂的模式哎。我们不是说等一下，我现在就应付一下礼拜，那之后我到上天堂以后再说哎。所以生命的奉献是什么？是做活祭的奉献呢。所以奉献的时候，耶稣怎么看奉献？他看的是什么？看的是那个寡妇的2文钱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在2文钱里面那个财主的奉献啊，你看奉献，哦，奉献了好多哦，寡妇躲在旁边，
然后献了2文，然后就怕人家看到，要赶快离开。耶稣就在旁边看，你看，上帝所接纳的是那2文钱呢。你说上帝怎么那么寒酸？其实上帝不是寒酸，上帝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所以这个奉献告诉我们什么？生命的奉献。你认为你的东西都属于上帝，你自然你会给他做奉献。不管你的时间，不管你的金钱，不管你的恩赐，不管你的才能，不管你所有的一切。各位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家那2只小猴子，我每次买东西给他从来不会吝啬。现在希望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可是我们自己2个吃卤肉饭都还要想一下，1碗15块，好贵哦。所以师兄我说，你买这副眼镜买多少钱？我都不敢讲出来他也不太相信，而且也觉得说为什么买这么便宜？对我来讲可以用就好。可是我们家那2只猴子用的都是最好的。今天站在主日学这边唱的，你没有发现他们要用最好的东西，你会买给他吗？会。但是你会用最好的东西给上帝吗？大家不敢讲话了吧？要想一想，我们都能够用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小孩，为什么不能用最好的东西给上帝呢？这是圣洁的我们要分别为圣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见证让我们要讨神喜欢，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知道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理当这样侍奉。你说我这不得了，你看我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去到教会，我做了好多的时间，我好忙。等你在想很忙的时候，上帝会跟你讲说：不要做好了，你休息吧。我不劝你做，可你做得很高兴的时候，上帝说：好，做，继续做，因为你得到的福分越来越大。上帝喜欢你是出于心甘乐意的奉献，所以我们是将我们得到的东西还给上帝而已，而且还给一部分。上帝看你的心意，你还给他多少，而不是说上帝看你的心意，好，何为手指搬起来，谁奉献比较多，谁奉献比较少？那只有金钱的奉献呢。你有没有计算他去上圣歌队的付出？你有没有计算他，尤其那些主日学的老师？我太太这样讲一句话，那些主日老师真的是不得了，很可爱，上帝特别要祝福他们呢。那些主日学老师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敬佩，他们牺牲他们的时间，他们用尽全心。若你去看他们上课，那真的是比所有的老师，比所有的国小老师、幼儿园老师教的都好。他们用他们的心，真的是在奉献。我们有没有看到？没有啊。就像那个会计，每次我们做完礼拜在那边小组的时候，会计就躲在那边算账。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算账？你觉得算账很容易我第一次去土地银行报道的时候，那是金融考高考去土地银行报道，第一天就差1毛钱，抓了。以前都用手在那边打算盘，抓了很久，抓了1个多小时。我就跟那个科长讲，以前叫科长啊，说科长，我1块钱给你好了啦，不要为了1毛钱，其他我都奉献了。你为了1毛钱，全部的传单重新算，为了那1毛钱要算到 balance， 收支要平衡。那个银行差那1毛钱吗？不是，那就是因为账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是把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钱，我们看我们的心力多少，我们还给上帝而已，而不是说，上帝，我给你奉献多少钱，然后你要给我多少回报。等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那个奉献是没有价值。但是相对的，我的体验，这是我可以讲。当你的奉献越多，上帝给你的祝福越多。我所指的不单是金钱我在强调，我所指的不单是金钱，你的奉献内容其实生命的奉献是最重要的。你不管你的才能、你的恩赐、你的侍奉，你所有的一切的奉献，上帝都在看，会给你祝福。但是你不要讲说为了祝福而奉献，那个顺序是不一样的。各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最主要的是怎么去调整这个生命。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那个人生的意义。其实人生意义不是上帝，我们要给上帝什么，而是我们的奉献
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恩典。上帝给咱恩典的，你今日到奉献是上帝给你恩典的。有一日，等你倒伫北城拢未当奉献的时候，但是叫人替你咧奉献的时阵，未当来做礼拜，做礼拜咪是种奉献啊。每当来底下多吵过的时阵，你们心里常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凭信心让神处理我们的生命，阿们。我们要凭信心让神处理我们的生命，阿们。你们心理上一定要知道，要凭着信心呢，我的奉献神接纳，那个神会加倍祝福给你。但是不要因为了让神得到祝福而奉献，那个跟庙拜拜的捐款一样。但是你要相信，分别为圣的奉献是什么？也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说不要效法世界，说不要跟世界一样，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那些世界上不好的东西，你不要去效法它，不要去学它，别去学人家。就当法官就要学贪污啊，当政客就学怎么捞钱啊。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学会计的？如果有学会计的话，请不要做假账。尤其那些会计师说好听，就是说美化账目。我们练气管人，我另外一科目是气管，都觉得说那怎么叫美化账目？那就做假账嘛。讲得好听一点，还在说美化，美化账目，到时候受害人都一大堆。我们更要注意是什么？我们要将我们自己所有的为什么？神的旨意，神希望你怎么做？我们要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理所当然的奉献。我们一定要甘心乐意。最美的奉献是什么？属灵的奉献。我们属灵奉献，我们是活石，我们是灵宫，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神所喜悦的祭司，因为人人皆祭司。今天可能品贤刚来，想说，哎，奇怪，怎么看不到牧师？对不起，我们现在目前教会没有牧师，我们教会有一个林牧师，等一下他会帮你指导。但相对的，我们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今天在带领唱歌的3个我们的青年。还有我们的玉文、玉芳在弹琴，还有我们的祖灵在那个打鼓，都是祭司，都是上帝所喜悦的，都得到上帝的喜欢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最好的一个礼物。第二个是不求回报的奉献。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话，不要把自己当作珍珠啊！你多重要，你多美丽。我希望你们把自己当什么？当泥土，让人家去踩。我现在告诉上帝说，我们能不能做泥土？我让泥土让人家把它踩出一条路。我是那个铺那个路面的石头，我是铺路面的泥土。我不必当那种上面的豪华的野花，我要的是做泥土，让众人把你踩成路，你就得到上帝的赏赐啊！我们的要的不要做，但不要勉强啊！我们弄奉献是什么？甘心乐意，你不要为了奉献啊，这也包奉献。他们说一定要1/10奉献，可是我下个月我真的是有一笔贷款一定要付，不行，我的儿子我要去补习，我就是没有那个钱，上帝怎么办？我说没有1/10，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惩罚我？不会，上帝要是你甘心乐意的奉献，你不要为了奉献而作烂。不要为了奉献而心理上觉得说有什么苦衷，有什么难处，甘心乐意。我今天我去上歌队，我声音很不好很不好，刚好我阿 Kim 在旁边教你唱阿鲁头，非常好听，你放心好了。所有的人，我收回有一句话，我经常讲说，除了 A 告为一个人在唱我献国队，我现在收回 A 告，我干嘛来唱我献国队嘛？讲好，你看我们在唱圣歌的时候，有人在那边比吼。那个唱起来更加感动哎！我不知道，如果万一大家认识会手语的人哦，我们在圣歌队有人在旁边比手语，我觉得那个播出去的画面更加感人。所以我现在收回我的话哈，我以前这样讲说，除了 N 告为一个东西吧，你来参加献国队。我现在收回我的话，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圣歌队，多美好！我们要知道，夜悄悄的把花开了，夜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在白日里面，它发出灿烂。我们快那个台北市快举办那个玫瑰花季，你就可以看到，那些都是夜所牺牲的。所以我们的奉献不必要让人家称赞，我们的奉献要让神称赞，神所喜欢的奉献。所以有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做最后的终结。各位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但生命的价值用奉献计算。生命的多少你是用时间去计算，你可能活了60岁、70岁、80岁、90岁，我阿妈活到103岁，但生命里的价值是用你对上帝的奉献多少去计算。你说我对上帝我奉献了100万，可是你还是吃喝嫖赌啊，上帝那100万根本不放在你眼里。可是你奉献只有1块钱，可是你为了上帝的事工用尽你的全力，上帝悦纳。所以上帝喜欢拉撒路，而不喜欢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所以最后我要问你们：有信心吗？你要有信心吗？有没有信心？有。你看大家信心嘛？你有没有信心？有。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的。对啊。有没有信心？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这是那个闽道家园，是让我们湾破住，台湾破住。这些闽道家园里面就是迄个蒙古娘，有一个新妇嘛，新妇已经100几岁，蒙古娘底下来服侍这个蒙古娘很好玩，是菲律宾人，人就150出到公分尔。这蒙古娘有一日破住阮破住车，阮破住因迄个所在是伫迄个破住另外新开的路，新开的路一边多人载回来载回车了，伊讲伊要去载物件，伊也无调整。因为人悬悬嘛，所以伊也加伊无调整，伊转坐落，150几公分尔转坐落了看到敢若看到一个人安尼咧驶汉道路，迄个警察在边看到，奇怪，这个车哪家己会走？一直甲对去，再落来了，过来讲，慢小你啊！你开车，你开车有啦，我到头前敢有看到咧。开了都看到汉道路尔咧，远看到一台汉道路，一台车介多走，哎呦，开车就拢感动，迄个警察讲，你以后较悬啊，无替你开车，无替你开路，我叫头前车，伊讲免啦，这条路我驶足熟的啊，我家去载物件呢。咱咧常常讲，因为教育讲，听到讲有人有物件，都能去载，伊这嘛小讲，对人讲有面包有剩的无，伊就车开咧，去载，伊伫遐做啥物工课？伊嘉义关专办落去一个国民身份证，有代志足趣味的吼。这个人一世人奉献互咱吼，咱连一张身份证要互因，就敢若偌价值，偌无简单。我讲你互伊10张身份证嘛应该。结果咱有当时吼，要一张身份证，互人多心扎几波啦，伊一世人到台湾奉献，一世人心到台湾奉献，咱若互一个身份，就感觉足无简单呢。总是拢做啥工课？对啊，用这个善车人，这个生活歹的人，这个互恁感觉讲足可怜的人，所以你来记，生命的偌济，是用时间去做计算；生命的价值是用奉献做计算。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而生命的价值用奉献计算。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个时间来互相学习怎么奉献。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给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生命是分别为圣，我们将我们应有的时间，当纳的时间，我们奉献给主。主求你重用。我们看到那一些弱小的、那些可怜的、应该做公益的，我们要勇敢出去做公益。我们看到那一些未信主的人，我们勇敢去传福音，让他得救。我们将每一个人的时间、身心灵都完全摆上。主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要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今日要唱的一条歌是《献上活祭》。我希望大家小咱唱的时阵，就像今日蔡长老讲的，咱的生命中，咱要用啥来献予咱的主上帝？咱做伙来唱，做伙来思想这个问题。心切切心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
献上我的生命。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望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恩典，直到我有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你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真济，敢若头拄即条歌小共，咱随时爱求求主讲，主啊，我要互你用一生。即时咱要来奉献，来感谢主的恩典。请大家起立，咱要来唱奉献的诗。请坐。这时咱要来上云，咱要来唱用圣诗402首，求主，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上云线，咱要来请牧师，牧师来替咱祝祷，咱请大家起立来唱上云的。恳求主你带我脚步。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听他，
以及圣神的上通，对即时起，通得你到永远，得到伊的恩甲祝福。即时起到永代，对是常常伫你的面前来得到伊祝福。安尼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济，这是来不来简单的报告。伫报告内心，我想大概今天应该都很兴奋。除了说我们有新的，应该对大家来讲，应该对我来讲，因为我无熟悉，所以说我想讲，要请咱秀琴姐 B 啊这个美女，可不可以来自我介绍一下？对，就是你，不要摇头，就是你。我们欢迎她哈，因为我真的不认识你，所以怎么介绍？要不简单，我们介绍一下。对。所以我们上礼拜去那个哦。我们再次给他掌声。那希望你吼，那已经来到新新北了吼，只要是常常真的要回到家里来，回来跑。对，我们也是很需要。我们真的是，我们不太会唱，但是我们希望唱出我们赞美的歌声哈。过来还有一位，我们真的有没有记得？我的白秋姐，你耳孔有上无？你已经过啦，要一年，阮大家拢来念你，你唔知耳孔有上无？咱请白秋姐，我们欢迎一下白秋姐，我们回来到我们。我想咱教会吼，实在是真可爱一个教会。除了头拄啊新歌队，那个今天主日学唱歌以外，我们家咱的教会敢若一家人嘞。每一个人若是离开咱教会，也是无来的阵，咱拢会想伊。所以今日是真欢喜看到，真久无看到的，咱英国即嘛朋友转来，看到白酒会转来，我们这是非常的高兴。过来我再给做简单的报告吼。咱今日礼拜后吼有。这个小组的分享，小组分享内面要读的是新安宫内面的，今日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3章到第13章到再到16章。嘛要请大家吼，咱的公道事项吼，伫咧咱小组内面来做代祷。过来今日妇女会吼，甲夫妇团契吼，伫下晡1点30分吼，要举办双溪湿地公园半日游，是由我们陈国义陈长老来带领吼，这样因为天气状况，我们现在可能是天气的状况，可能会取消也不一定，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再看陈国义陈长老他们的决定吼。过来就是一样第3项就是正明堂的齐声颂赞第7集吼，今天会在下午2点30分在台北东门长老教会发表吼，这是免费入场吼。假如是去参加人员可以赠送一本齐声颂赞第7集。还有神秘礼物，假如是有兴趣的，希望大家欢迎的参加。过来就是咱第1季吼，就是2023年1到3月的圣经填充卷，假如是已经有完成的兄弟姐妹吼，希望能够拿到教会来，让我们教会来这边确认一下。所以这时咱要来请咱的叶长老吼来分享咱今日伫小组内面所要读的圣经节，马太福音第13章到第16章，咱请叶长老。亲爱的平安哈。咱这礼拜读的是马太福音14到13章后面到17章，到17章。顶礼拜研究到因迄组有咧问一个问题啦吼，有一个问题讲第8章有这文士问耶稣啦吼，讲要对耶稣他就讲说那个狐狸有洞嘛，那个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呢没有
枕头的地方。啊，另外一个讲，他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啊，耶稣讲说，大意讲出在死人埋葬死人，就是死人埋葬死人。啊，大家说，耶稣怎么这么无情呢？这么无情。啊，咱看到第10章遐有在讲吼，耶稣有讲说要跟随他的，叫什么？爱他胜过爱父母。爱耶稣哈胜过爱父母，爱主胜过爱你的儿女。啊，你要拿你的十字架跟随他，否则呢不配做他的门徒。啊，咱有真侪人读到这的时候，会感觉有疑问哈。我之前接触嘛，安尼在问啊，讲爱父母啊，怎么会爱主胜过爱父母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耶稣讲这个，那个学生还有听他的人都没有反驳。我们看他里面都没有反驳。我们是讲亚说一种因就知影讲，他就是一个救世主，不是的。他当时也是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先知啊，为什么没有反驳？其实他是用一个革命的观点的。一个人要革命的时候，你还会想到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吗？不会的。哦，不会想这些啊？为什么他一讲大家很清楚？因为马加比革命的时候才在100多年前，因为马加比就抛弃了他所有的，然后来革命。革命的时候，当时有成功把那个希腊人赶走。因为他跟罗马人联合，啊，把希腊人赶走，赶走了以后，罗马人就把他当成一个，就是一个联盟这样的，哦，当成一个联盟啊。但是呢，后来马加比哈，他们都是撒都的那个撒都的家族，所以撒都呢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跟他们联合，跟罗马人联合，所以他一直耶稣讲什么他就反对，他就用这种观念的时候，你要革命的时候，就是。整个用革命的观念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看重你的家庭，看重你的父母。所以耶稣还讲了一个，他来不是带来和平，他来是什么？带来刀剑。啊，大家都很奇怪，你带来刀剑啊？基督教不是在传爱吗？因为那整个是一个革命性的，哦，是革命性的。你如果说想到现在的那个大陆的时候就清楚了，你去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受到迫害嘛。那你一定要爱主胜过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才有办法不怕这个迫害了。啊，那个家里的人一定会起革命，为什么？你去信的时候，我们家财产会被没收啊，那你还要信吗？啊，家里一定起革命啊。所以他说他来不是带来那个和平，是带来刀剑。其实他讲的就是用革命的那种观念哈。啊，另外一个，今天我们说14章到17章这个。那个施洗约翰被杀了以后，那个施洗约翰被杀哈，刚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那个是在耶稣传福音第3年了。到第3年，第1年的时候，耶稣出来传福音，不太有人知道，还没有出名。第2年的时候，很多人就知道他。第3年的时候，大概几乎文士、法利赛人那一些领袖阶级的，全部都反对他，一直要商议说把他杀了。哦，所以他这个地方，约翰被杀了以后。就整个是一个转折点，啊，所以接着他说让那个5000个人吃饱嘛，哈，5000个人吃饱，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动作哦，就是耶稣那个把那个5饼2鱼哈，5饼2鱼拨开以后是给门徒们，大家讲好也学生啦，不是只有12个啦哈，应该不止只有12个，其实跟随他的很多他的门徒，然后门徒再把这一些呢分给那一些人，啊，所以这一个动作就是让。门徒可以感受到那个神迹了，门徒可以感受到神迹。以后耶稣复活了以后，所以耶稣也特别交代哦，说这些事情不要讲，一定要等到他复活以后。复活以后，那个神迹其实更大，因为这个神迹只是一个小的神迹，那个复活的神迹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教会里面哦，5饼2鱼里面这些人哦，5000个人嘛，你是要属于坐着。还是你是要耶稣的门徒，做着就比较淡啊，单人分饼好你啊，单人分饼，还是讲你要做学生，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分给别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我读的时候就感觉比较重要的哈。啊，再来，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有一个题外话哈，有人讲说那个印度不是讲达摩啊。哦，达摩不是一叶扁舟嘛哈？有人讲那是多马啦，
一共是多马，因为多马就是传耶稣基督哦，就可以在海上行走了。哦，有人是这样讲了。哦啊，当然这个他说从西方来的那个在传教嘛，西方来的。啊，这个是题外话了。啊，那个行走以后，我们知道哈，耶稣就独自上山了。他给5000人吃饱以后，其实非常累了，那个应该会很累。他上山了以后，他留在那，整个晚上留在那边哦，留在那边祷告。祷告完以后，白天天一亮的时候，他行走海面。然后彼得说他也要行走嘛。啊，所以耶稣讲，后来他不是沉下去吗？啊，耶稣说那修行的人啊，哦，修行的人。啊，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哦，他们就说啊，你真是神的儿子，哦，你真是神的儿子。再来呢，他就医好了那一些在那个加利利海啊，就格尼萨利湖哈，就是加利利海啊，还有那个旁边那一些人啊，旁边那些人，他把他医好了以后，其实哈，后来又讲到那个迦南的信心，他到那个推罗西顿那个地方，那个迦南的信心让我们想到还有一个百夫长啊，百夫长的仆人。那2个都是外邦人，但是他对耶稣的信心非常大，所以这个迦南的妇人，他说高啊买 Q 那个狗啊也会那个掉下来的那些蟹啊，他也可以吃啊。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非常大，所以你的牛已经好了，哦，他那个信心就这么大。那再来接着呢，他就治好了，就在那个附近治好了非常多的人哦，非常多的人。他里面其中有一句话，他说：“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那边不是以色列人啊。哦，所以给世人人吃饱的时候，那个很多不是，因为那些人都是要耶稣医治他，所以在那边总共有3天嘛。所以耶稣怜悯他了以后，给他们吃了4000人给他吃饱了。啊，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说，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那个耶稣已经把他的名声，把他的神迹奇事已经传播到那个10亿那个地方了。10亿那个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外围的地方哦，那个都是希腊人建立的一个城市了。再来接着我们知道，他说有求神迹了，那个法利赛人又来求神迹，这个是第2次。上一次也有讲到要求神迹，啊，这一次其实看到很多神迹，然后有派人去看啊，但是一直要求神迹，一直要求神迹，哦。这个我们的感觉很奇怪啊！求神迹，我讲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有的时候神迹不能让一些人可以得救，不行。姚长老他哥哥哈，姚牧师啊，他退休了以后，曾经到澎湖帮忙。澎湖帮忙的时候，有一个人有癌症了，都医到的也没有什么钱了嘛，所以就人家跟他讲，你信耶稣看会不会好啊？就请姚牧师去祷告就关怀他，关心他，后来真的好了。好了，他们家都信了，然后跟他弟弟讲说：“你也要来信啊？”他怎么讲啊？他回答说：“没啦，伊出世就讲伊要信基督教啊。”说他姐姐说出生的时候算命的就跟他讲说他以后一定会信基督教，他不相信，看了那个神迹奇事以后，他仍然不信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所以法利赛人也是这样，所以耶稣才会讲说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再来，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就到那个凯撒尼亚腓立比那个地方，他就问说，那个已经第3年年尾了，耶稣出来传道第3年年尾，第3年后来那个再半年再过第3年以后再过半年，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所以第3年年尾的时候，他到那个凯撒尼亚腓立比，那个是纪念腓立比啊，就是亚历山大他父亲的吧？哦。腓立比那个地方，他就问说：“人讲说人子是谁？”所以彼得他有人讲说是耶利米啊、以利亚或者先知中的一位啊。他们讲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彼得说你就是基督嘛，你就基督。”所以耶稣讲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肉体的。这个为什么会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接着。认耶稣为基督以后，接着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了嘛。因为在半年就要被钉，还不到半年，大概3个月嘛。逾越节那个时候就被钉十字架了吧，所以一定要很清楚了，一定要很清楚。所以耶稣讲说什么？你是彼得啊，是磐石啊，就是磐石再来教会要建立在你的上面再来阴间的大义讲阴府的关爱不能阻碍到你嘛。再来是什么？再来说天国的钥匙会交给你，所以圣彼得堡那个就有一个钥匙了
圣彼得堡那个，你站在上面看下去就是一只钥匙了。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接着他有讲到说那个教会哈，就是讲到说有一个人要是不合的话，要是说危害到教会的时候，你怎么？他说一个人去跟他讲，他如果不听，两三个做见证，啊，去跟他讲。如果再不听，教会去跟他讲；如果不听，就看他为外人，或者说税吏，就不要理他了。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天国的门，把他关了，那个钥匙就不给他了。其实那个很清楚了，所以耶稣就在交代这些事情。啊，再来接着哈，耶稣就预言他说会受害嘛。啊，彼得说你不要去了。刚才讲说哈，刚刚才彼得才认耶稣是基督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讲的时候你不要去哦。耶稣讲的，其实他讲说他要受死，被钉十字架，啊，然后3天要复活。彼得听到只有说耶稣会被钉十字架，没有听到说他会复活。哦，所以学生也是这样啊。哦，学生也是这样。如果跟我们讲，我们也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复活过啊。哦，没有人复活过，所以彼得也搞不清楚。所以耶稣怎么讲？说撒旦退去后面嘛。哦，他就讲了这句话。接着我们看一下哈，后来耶稣讲说，凡跟从他的都要舍己啊，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哦，所以说丧失生命的就会得着生命嘛，啊，要得着生命的就会丧失你的生命。哦，所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的，就不能进天国嘛，哈。啊，最后他讲说，当他从众使者来的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哦，这个特别这样讲了。接着我们知道到11章的时候，他就讲耶稣就带着那个约翰跟彼得上那个变貌山那个地方了。变貌山说有以利亚、摩西跟以利亚来。啊，有人问说，他们怎么知道摩西跟以利亚？哦，有人就这样问嘛，哈。啊，其实他是什么谈论的事情啊？谈论的事情让他们知道是摩西跟以利亚。啊，摩西代表什么？摩西是代表律法嘛，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旧约的律法跟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啊，现在耶稣基督接着要被钉十字架要复活了，所以那个就结束了，不需要再讲那一些了，讲预言不需要了，因为很明显的嘛，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律法跟先知，耶稣基督已经把它完全了，不是说不要了哈，是已经把它完全了。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样哈。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特别讲说，他们谈论是什么？马太福音没有讲到谈论是什么，他们跟耶稣在谈啊。啊，谈论是什么？谈论就是说，他将在耶路撒冷以死来完成使命，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有写。哦，变貌山那个地方哈。再来说，后来他们下山以后，有被鬼附的人啊，他的学生没办法把他医好嘛，所以耶稣特别讲说这一种除非用什么？用禁食跟祷告啊，其实没有错了，禁食跟祷告，因为我们贵高教会那边就曾经遇到这样，哦，被鬼附了，哦啊，就禁食跟祷告，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哦，非常长的时间啊，那个邪灵要出去的时候，跟圣经描述的都完全一样，就躺在地上哦，一经抽搐，啊那一滴花啊，然后就出去了，啊，出去人就好了。啊，他不是神经病哎，不是哦。有些人会以为他，哎，这个是不是神经病？他不是，他好好的，他在开面包店呢、他是在开面包店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迄阵人大家拢咧想要大家都了，因兜了用迄个三太子咧用拜啊，所以那个邪灵就跑到他里面去了。因为我有一次回去礼拜的时候，在礼拜的时候发作呢，啊，讲话就好像那个小孩子3岁的小孩的声音。啊，后来大家就停止聚会了，就为他祷告，把他赶出去啊！啊，所以他吓一跳，他说：“为什么还会来？我在礼拜堂还会来，还会啊！”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弄干净呢？因为人拍回的金牌吼，伊讲藏咧啦，后摆准备要摕卖啦，因老爸啦。啊，所以问他了，说你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是什么？因老爸讲啊，迄人拍回金牌，我就甲收起来，我想要甲烧掉也无菜啦。啊，那个拿去把它丢掉，把它熔掉，丢掉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说那个邪灵再进来。哦，所以这个圣经所写的，所以我父亲有去参加那个
把那个邪灵赶出去嘛，哈，那个教会又禁食大概好几个礼拜大家都要禁食，那个要出去那一天一定要禁食了。我父亲就讲了都喊圣经下来，然后完全赶快，弄赶快。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不借着祷告跟禁食没办法了。我们当然也常常要这样的哈。那蔡长在讲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在新生教会那个时候常常会有禁食祷告了，就照轮的。我们年轻人就轮在哪里？就是轮在2点到3点了。年轻人轮到你2点到3点要去那边祷告，还要禁食。其实可以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是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些谢谢。咱真感谢叶长老来分享，这是咱要来结束咱家己的敬拜，咱别倒来闭会。咱今日的时间有拖较长，所以咱即马煞接要开始咱今日的小组分组，所以大家人起立来开始向每个小组来做移动，嗨。